四昆省红树林水上市节活动迈入第2届举办，参与人潮活动内容更胜以往，规划水上市节甲陆上市节。伫水上市节部分，民众会当搭乘观光船，近距离采港在地特色产品，体验船顶购买趣味。陆上市节则是有50档特色单位，提供丰富在地美食甲文创商品。市长王伟嘛亲临现场，甲民众同乐。让南区的四昆生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体会，尤其它由这个竹筏来游程来带动，那不仅是附近的水上人家，或是有水上的这个摊商都蛮不错的，所以值得大家来。现在暑假已经走过去了，但是在秋天很多很棒的朋友，那未来也可以考虑由学生学校来举办那种校外教学，来体验那种竹筏的这个风情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四昆生来参加我们水上市集的活动。除了市节以外，主办单位嘛有规划真侪体验单位，让亲子家庭伫趣味当中学习海洋保育知识。伫舞台区嘛有邀请侪组音乐团体轮番演出，同时嘛有规划昆生寻觅定向越野，甲红树林生态观光船导览，让参与民众透过互动体验，更加深入认识四昆生的自然甲历史。台湾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